死了，快帮我盖盖被子。把墙上的被子拿给他。抬死了，外面也有床被子，拿给他。衣柜里面有吗？拖给他。那行李箱里应该也有吧，也拿给他。抬死了，这里有个剪刀，把狗狗的毛剪下来给他盖。抬死了，那这个熊应该也能剪吧？这个也给你。